今年这个爱文山影是产量大大来减少，加上原物料起价，台南玉井老家的冰店小可来调整着冰品的价格，希望薄利多销，维持生活。因为天气开始烧热，潮州老家经营冰店的业者拢开始咧无闲。业者嘛讲，今年屏东和台南的爱心酸影口感和品质拢比旧年好真济。今年的果肉颜色比较漂亮，有比较偏正常的红色。今年爱文酸的产量严重减少，加上原物料价少一直咧起，冰的成本嘛一直增加，冰店的业者嘛只好留下起价。我们是一直在撑在说，等今年芒果的价格看看。如果今年芒果价格没有很高，如果能维持，我们就不涨。不过今年芒果价格真的是也太高了。冰店的业者嘛讲，若是有介意食爱文酸冰的民众，会使阁等一段时间，会有第二期批的爱文酸影，到时阵果子会阁较大粒，产量嘛会阁较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